大家好，又到週末，大家可以睇睇新股嘅行情啦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隻新股係廣合科技，編號係1989。呢隻股係中國領先嘅算力服務器 PCB 製造商，專注高端定制化嘅印刷電路板，受惠於 AI 算力、數據中心、雲計算同高性能計算等等嘅爆發增長領域。總括嚟講，呢次擁有豪華嘅基石投資者、吸引嘅 AH 股大折讓，再加埋近年高速嘅盈利增長，呢條黃金賽道真係好熱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開始介紹公司基本資料先。廣合科技嘅品牌嘅定位好清晰，就係算力服務器定制化 PCB 解決方案提供商，目標客戶係高端 AI 算力嘅數據中心領域，強調高速傳輸、高可靠性、高密度同定制化。佢哋唔係普通 PCB 廠，而係專注高層、高性能、高品質嘅 PCB 系統級供應商。特別喺 AI 服務器同 HPC 大 BGA 主板領先，最重要係品牌擁有國家級製造業單項冠軍產品嘅同時，亦獲得多個核心客戶獎項。間公司得到市場認同，喺 AI 算力需求同數據中心大幅增長之下，唔怪得知本地同海外嘅訂單都處於持續高增長嘅領域。依家公司積極佈局海外產能，希望增加全球嘅競爭力，難怪有 AI 算力 PCB 嘅隱形冠軍呢個稱號。間公司咁勁，大家梗係要留意個招股日期啦。廣合科技招股日期係2026年3月12日至3月17日，預計3月20日喺香港交易所主板掛牌，股票編號1989，計劃全球發售4600萬股 H 股，其中10%香港公開發售，其餘90%國際配售，另外有超額配售權。招股價上限71.88港元，集資最多33億，每手100股，入場費大約7260港元一手。聯席保薦人係中信證券同匯豐。今次用機制 B， 只有10%公開發售，貨源少，容易造成熱炒。A 股編號001389，今個星期五收盤做緊119.57人民幣，折合大約喺136港元。H 股上限較 A 股折讓大約有46%，吸引力極大，係一隻中大型 AI 供應鏈製造股。依家我哋睇下廣合科技嘅財務表現先。喺2022到2024年期間，收入分別24.12億、26.78億、37.34億元人民幣，複合增長大約24%。2025年前嘅9個月收入喺38.35億，同比大幅增長，淨利潤7.18億元，盈利能力強勁。好明顯，間公司嘅毛利率亦穩步提升，反映出高端 AI 產品貢獻同規模效應。增長動力主要來自算力服務器 PCB 訂單爆發，特別 AI 服務器需求帶動。廣合科技經營現金流健康，盈利質量高，但係有一點投資者要注意，美伊局勢已經持續咗2個星期，地緣政治環境動盪，直接推高咗原材料價格，可能會機會影響呢一年嘅毛利率增長。總括嚟講，近年財務高增長，再加上盈利爆發力強，適合長線捕捉 AI 浪潮嘅投資者。間公司咁熱，梗係吸引到大量嘅基石投資者啦。廣合科技引入咗12名相當有份量嘅基石投資者，總認購大約14.86億港元，佔發售股份比例高，切金授期。呢個豪華嘅基石投資者陣營包括有元豐基金、香港景銀、瑞銀資產管理、寶城、惠理、霸陵、公銀理財等等。基石比例高代表咩？就係顯示咗機構投資者對廣合科技嘅 PCB 龍頭地位嘅認同，仲有對 AI 黃金賽道嘅信心滿滿咯。廣合科技 IPO 上市集資之後嘅用途非常清晰，就喺聚焦產能擴張同技術升級方面，約有 52.1% 用於廣州基地生產設施擴建同提升 AI 同 PCB 產能，另外約有 19.7% 用於泰國基地2期建設、全球佈局，其餘用於研發材料、技術、產品開發同營運資金嘅一般用途。相信喺集資之後，廣合科技會進一步鞏固全球前3嘅地位。廣合科技嘅招股首日，孖展已錄預得過8億元嘅認購，公開部分超購倍數都應該超過70倍以上啦。而入場費只係7260蚊一手，適合一眾投資去碰客運氣。喺市場關注 AH 股嘅大折讓、豪華嘅基石陣容、全球算力 PCB 前3位同埋 AI 服務器業務嘅高速增長之下，估計暗盤首日表現都會喺正面。整體評分5粒星裏面，我會俾佢4粒半星。